过来诈骗真抢手法嘛一直在变。最近出现未少利用 AI 造假技术的诈骗，警方是真烦恼，讲未来恐惊分袂出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。所以警方嘛提醒民众，目前若需要做笔录，一定是会到派出所，绝对是袂利用网络事实来进行。 自己装修一下，买一些家具，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家了。走到银行领钱，一届要领上100万。60外岁姓谭的中国配偶，讲是要装潢新厝，虽然基本买厝的资讯拢交代袂清楚。我们只要一听到是领这个钱，然后是要装修房子，都是诈骗集团教被害人。台北市警方到场，再三甲伊考考，才甲这届领钱动落来。但是各地诈骗真多。 有用旧部的假检警诈欺，也有一直换新的手法。有艺人接到诈骗电话，和诱拐视讯笔录，也险险互关去。非常真实，而且你会看到有警察在忙别的事情，然后接电话，然后就有一个中年的队长跟我打招呼，我就跟他说嗨，这绝对是一个摄影棚或者是一个 setting 好的场景。 诈欺集团设圈套，唔拿打造实体场景，提悬真实度。尤其这款的假检警诈骗，你要求视讯笔录，佮用入 AI 深伪技术，也和这种的受骗案件伫国内搁再增加。以前可能是静态的，让你看到我后面的背板是我们这个刑事局165专线的一个背板，我们现在变成了是实体的。 就是一个派出所呢，他们很多人在派出所里面活动的一个剧场。以目前的司法机关是不可能用视讯的方式跟我的民众来制作笔录。诈欺的部数800款，尤其科技继续发展，即马已经做到环境改变，未来更加无排除连警察的面影像拢会当做甲那像真的用伫犯罪。警方提醒讲，只要互要求视讯笔录，定着就是诈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